一般市面上嘅行車記錄儀熄咗火之後就會自動停錄，萬一停咗車之後發生意外，可能影唔到重要嘅片段，留唔到證據。大家好，我係 Wilma。喺上一條片，我介紹過 Dashcam Sustain X 呢一部智能供電管理裝置，可以喺架車熄咗火之後，繼續幫行車記錄儀供電，延長錄影時間。如果你仲未睇過條片，建議你而家先去睇返，咁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呢一個裝置有啲乜嘢特點同埋點樣運作。今日我會實際喺車入邊測試 Dashcam Sustain X 嘅表現，而喺開始之前，有幾個重要嘅事需要提一提大家。第一，裝置要配合外接電池去用，而為咗確保安全，一定要揀密封式，大約2Ah 12V可以充電嘅鉛酸電池，絕對唔可以用鋰電池。第二，車用電池電壓範圍由12V至到24V。先睇下一般行車記錄儀係點樣運作。而家部車未裝 Dashcam Sustain X， 行車記錄儀係直接咁插喺點煙器插座。一開嘅引擎，行車記錄儀就會自動着機同埋開始錄影。但係一熄火，電源即刻斷開，行車記錄儀停咗，唔再錄影，跟住自動關機。我哋先試下單獨用12V外接電池去接 Dashcam Sustain X， 睇下效果係點。首先將行車記錄儀原本插喺點煙器插座嘅插頭掹出嚟，改為插去裝置上面嘅插座，之後接12V外接電池。記住正負極一定唔可以接錯。而為咗方便示範，我哋用 Molex 兩腳插頭嚟做安全連接。當電池接好咗之後，撳一下裝置上面嘅掣，如果電池電壓夠嘅話，綠色指示燈就會着，行車記錄儀就會自動開機。當裝置係由外接電池供電嗰陣，佢會定時監察電池電壓，如果電壓過低，系統就會自動斷電，呢個時候綠色指示燈就會熄，目的係為咗避免電池因為過度放電而整壞舊電。而家我哋測試另一種供電方式，就係同時用車用電池同埋外接電池。首先喺熄火嘅狀態底下，將 Dashcam Sustain X 嘅點煙器插頭插入車入邊嘅點煙器插座，之後開動引擎，你會見得到裝置上面嘅紅色指示燈着咗，代表而家由車用電池供電俾行車記錄儀，同時亦都幫外接電池充電。而家試下熄咗引擎，你會見到行車記錄儀仲係繼續咁運作，因為系統已經自動切換到由外接電池供電。呢個時候綠色指示燈會着，全程唔需要人手操作，裝置會不斷監察電池電壓，直到電壓過低，系統就會自動停止供電。只要再開返個引擎，裝置就會自動切換返去用車用電池供電，同埋繼續幫外接電池充電。紅色指示燈再次着返。如果我哋掹走外接電池，淨係保留裝置，行車記錄儀喺引擎着咗之後一樣會正常咁運作，但係熄咗火之後就會停止錄影。呢一個運作方式就同一般行車記錄儀一樣。有時啲意外話嚟就嚟，例如架車俾人撞、車身刮花，甚至乎俾人惡意破壞，特別係停咗車之後，如果用外接電池，就可以延長行車記錄儀嘅錄影時間。當架車需要較長時間停喺街，又或者係停車場，持續監察對車主嚟講都係多一重保障。但係要留意返錄影時間可以延長幾耐，就要睇外接電池嘅充電時間、剩餘電量同埋行車記錄儀嘅耗電量啦。啱啱示範咗 Dashcam Sustain X 3種電源接駁方法，不過要留意呢一個仲係原型產品。最終嘅成品可以設計得更加細同埋方便安裝，例如可以擺喺車入邊嘅儲物格嗰度。另外，為咗確保安全穩定，外接電池一定要水平咁擺，避免因為晃動而令到接線鬆咗出嚟。如果你對 Dashcam Sustain X 有興趣，或者想知多啲，歡迎留言交流，我哋好重視大家嘅意見。
希望可以一齊探討同埋改進。記住支持科技創新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